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離海嘅 channel。英國有一個地方可以一日之內睇到山同埋海，仲可以帶埋狗仔玩到唔想走添。今次我哋帶住 Nona 由英格蘭 Warrington 出發，嚟到威爾斯北部呢一個海邊小鎮 Llandudno。一日之內我哋會去5個地方，睇下呢個地方值唔值得你都專登嚟一次。我哋嘅第一站會去西岸嘅海灘，然後去一間歷史悠久嘅 pub 休息下。第3站我哋會去 Llandudno 嘅碼頭。第4站我哋會去 Great Orme， 而最尾一站我哋會去 Little Orme。Llandudno 係英國北威爾斯著名嘅維多利亞時代海邊度假小鎮，坐落於康威郡嘅克里奧迪恩半島，享有英國小瑞士嘅美譽。佢嘅特色係保留咗19世紀嘅典雅建築，擁有細緻嘅沙灘、全威爾斯最長嘅碼頭，以及通往 Great Orme 海峽靚絕嘅無敵大海景。當日嘅天氣真係好好啊！離海一家又衝咗出去啦。我哋喺揸車路上，慢慢逐漸見到有好多指示牌都變晒威爾斯文啦。一路上見到威爾斯嘅房屋建築好唔同，呢邊嘅物料係以石材居多，而英格蘭就用紅磚屋居多。喺好快，我哋一陣間轉個彎就會到我哋嘅目的地噶啦。我哋而家轉入嚟無敵大海景嘅停車場啊，搵翻個靚位拍下先。真係唔講得笑啊，真係好靚啊！你睇下 Nona 幾開心，佢第一次見到海啊。第一站我哋嚟到 Westshore Beach。Llandudno 其實有2個主要海灘，而呢一邊就相對寧靜，有好多當地人都會嚟呢邊散步。呢個海灘面向愛爾蘭海，天氣好嘅時候可以望到遠處嘅山同埋日落。呢度冇太多商業嘅設施，但正因為咁，多咗一種好自然、好放鬆嘅感覺。對於帶狗仔嚟講，呢度嘅空間大，又冇咁多人。Nona 一嚟到就已經玩到停唔到啦，周圍咁探索新事物。你睇 Nona 望住個海幾爽。Nona 第一次見到海，佢嘅反應真係好可愛啊！同 Nona 玩咗咁耐，我哋揾個地方坐低休息一下。呢間餐廳已經超過1個世紀嘅歷史，木製嘅裝潢同埋好靚嘅鮮花，好有傳統英國嘅氣氛。由於時間尚早，仲未有食物供應，嗌咗杯熱朱古力，享受一下咁優美嘅環境。我哋帶咗 Nona 嘅食物，你睇下佢食到舐舐脷啊！休息完之後，我哋下一站就去 Llandudno 嘅碼頭。喺我哋啱啱嘅餐廳行過去，大概10分鐘左右。
沿路嘅街道保留住19世紀嘅建築特色，彷彿置身於維多利亞時代咁樣。呢個係由花砌出嚟嘅藝術花鐘，每一季都會換上唔同顏色嘅花。時間流逝之餘，連風景都一齊變啊！我哋慢慢一齊行去 Randuno 嘅碼頭睇下，呢度可以欣賞寬闊嘅沙灘同埋大海，側面係壯麗嘅石灰岩 Grey Om 嘅景色。碼頭上面設有兒童嘅遊樂設施、傳統嘅遊戲機同埋紀念品商店。有好多威爾斯地道嘅石子糖。喺呢度同 Luna 散步真係好舒服啊！呢度係一個 dog friendly 嘅地方， Luna 喺度認識好多唔同嘅新朋友啊！大家睇下呢隻狗仔似唔似 Luna BB？ 你睇 Luna 識新朋友幾興奮？呢個碼頭係建於1870年代，係英國最長嘅維多利亞式碼頭之一。當年係主要用嚟接載遊客同埋船隻，而家就變成一個好有代表性嘅景點。行喺碼頭上面，一邊係海，一邊係城市，好有英國海邊度假嘅感覺啊！而且呢度仲有好多經典小食。一陣間我會同大家試下即炸冬甩、炸魚薯條同埋熱狗。呢個係呢度好出名嘅炸魚薯條。一陣間薯條同埋炸魚會喺呢個滑梯度射出嚟㗎。第一次見自己買嘅炸魚薯條喺個滑梯度射落嚟，都幾特別喎。仲有呢個好出名嘅即炸冬甩，望住佢慢慢跌落嚟，都幾搞笑喎。攞到手嘅時候真係熱辣辣，同大家開箱先。哇！呢個冬甩真係好似好正咁，點知真係好好食啊！我到而家都好想食返啊，因為佢真係好香脆，但係入邊又好鬆軟喎，超好食。當然少得有炸魚薯條啦，同埋熱狗。哇！靚！原來呢個碼頭係私人擁有㗎，但係一直都對外開放。經歷多次翻新同復修，佢仍然保留住精緻嘅鐵藝設計同埋懷舊氣息。今日就分享到呢一度，下集我哋再分享埋另外嗰2個景點啦。如果你喜歡呢條影片，請你撳 like 或者 subscribe，同埋留言話俾我知。
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